機械人速遞6月8日沙田黃昏馬最新嘅飛數異動，接飛時間1500，開跑時間1600。上戰嘅飛數入圍成績，總飛提供5匹，入圍1匹；落飛提供19，入圍10；回飛提供4，入圍2。重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5場3號穿雲達月標籤實力，全飛拉動4.19。第6場2號99為君拉動6.94，力度5。第7場4號笑傲江湖標籤小心，拉動5.69，力度4。第8場8號逍遙騎士拉動5.78，力度5。落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1場1號美神來全飛拉動0.39， 5號嘉應威風拉動1.25，力度4。8號紅海風帆拉動0.97。第2場3號手到齊來拉動0.82， 5號渡月橋拉動1.72， 6號你知我醒拉動1.29， 力度4。7號尊智神拉動0.91。第3場1號銳一標籤實力拉動1.52， 2號志在福星拉動0.02。第4場5號加州陽光拉動0.99。第4場7號始終如一拉動1.52， 力度5。13號平海之星標籤實力拉動1.35， 力度4。第5場4號不可擋標籤小心拉動1.62， 力度5。第6場1號快樂高球標籤高機拉動1.47， 力度4。10號飛躍成就標籤古惑拉動1.49， 力度4。第7場5號潮州精神拉動0.15， 7號光年魅力標籤馬膽拉動1.47。回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4場4號準輝煌標籤小心全飛拉動-3.11。第5場1號武林寶典拉動4.56， 5號拉合爾拉動3.42。第6場7號勁沙塵標籤馬膽拉動3.65。第7場6號武林密碼拉動3.26。8號米奇標籤高機拉動1.26。第9場2號超力量標籤馬膽拉動2.13。第10場10號魅影歌飛標籤高機拉動3.07。冷馬系列突擊馬，第1場7號謙謙君子佔比 8.28， 全飛拉動 0.78。 11號旋風飛揚佔比 7.19， 拉動 0.57。 第2場7號尊智神佔比 9.12， 拉動 0.91。 第4場5號加州陽光佔比 8.72， 拉動 0.99。 13號平海之星佔比 8.72， 拉動 1.35。 第5場3號穿雲達月佔比 7.18， 拉動 4.19。 第6場6號喬峰佔比 8.76， 拉動-0.28。 9號嘉應光彩佔比 6.97， 拉動 1.26。 第8場14號定數佔比 7.61， 拉動 1.19。 麻煩大家幫忙按訂閱啦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有新片呢就會馬上通知你㗎喇，咁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啊！唔該晒。